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夜夜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一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树枝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。留下的痕迹，犹原样板做。还记得石塘歌，风天水里走相约，唱跳无歇困的歌曲，喊你也听听来唱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景色汹涌汹汹。幸好我跑得快，差点被我爸抓到。姐夫去学校，还不是照样可以把你抓回来？他那么爱面子，才不敢去学校抓我。加油啊！加油！你爸他找你。小舅，走错，学校是往那个方向，不是这方向哎。加油！对不起，你又做了什么事情？我朋友啊，在潘香代候选人那边接了一个义卖的筹备工作。然后呢？然后拉小提琴的先生临时有事不能来，所以想请你帮忙。不行，我不要，我已经答应校长，开学前要赶快去帮忙处理校务。拜托啦，加油！我已经拿人家的定金了，这个场子非做不可啦。你把钱退给人家，你又怎么了？我把定金花光了。你，我不去。停靠！票，看倒了屁，好一点的，票选第一名，好，跟枪，跟起来，过来。笑一个嘛！毕竟是潘香代的场子，我们好歹给人家点面子嘛。我干嘛给他面子？告诉你，帮我一定要走。哦奉主耶稣之名，怜悯他的子民，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我亲爱的姐妹。神父，是我。哦，你上次那个要求，天父已经听到了。他说啊，人各有天赋，你不适合参加福音团。神父，你听声音也知道是我，我们就不用帘子了啦。哦，
说的也对哈。哦。神父，虽然你从小看我长大，可是我要告解，你也不可以这么随便啊。也对了哈。我亲爱的姐妹，神啊，愿意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奉主耶稣。这刚刚念过了，略过。哦，是啊。神父，阿婆她要我跟世民订婚了。可是我对世民一点感觉也没有啊。我要的爱情，是跟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，有电光石火的火热，燃烧之后归诸于平淡，然后两个人守着彼此，细水长流。神父，你觉得我要的爱情有可能会实现吗？我实在是不想嫁给世民了。要嫁人，也应该要嫁给一个每天都想要见到的人啊。然后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心爱的人就在你的身边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！同意。神父，我姑姑来找我了，你等我一下哦，我马上回来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主耶稣赐福给你。琼英嘛，琼英。风流亚美啊，你阿爸穿到激到要死哦，夹夹。干嘛改啊？哎呦，你唔知哦，佢叫我抢个盘台表做真年，然后你该失眠嘅情诗夹夹听下来啊，行啊。我唔会。哎呦，你讲无有用哦，让阿爸讲啊，夹夹啦，哎呦，我按着心啊，哎呦，陈老板，真是谢谢你啊！每次义卖会大米3包，哎，我代表这些低收入户平民哦，跟你谢谢。谁梦？跟你共干嘛该啦？做票妇女啊，叫这平常全球的爱就英国要做嘅事，嘛该啦啊，嘛该。难怪啊，你看这个陈家是这边的山头啊，这附近商家哪个跟你比啊？哎呀，你听我都爱啦，不是阿爸，曲目欠期的啊，过几日了，给他新那个厂啊，就会订结婚事。这边，有后山嘅粉丝啊，差不多会办的呢。多时间，抢来做政府人嘛啊！哎，一定，我这当选了啊！什么不问题。哎，你坐，坐。大姑啊，琼英，来啦。正啊。不要生气啦。店长。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潘香蛋。你不要为难小舅啦，我也是拿姐夫的钱与人消灾啊。小子，骗我！好了，我只是终于养育我长大的姐夫，难道你要我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好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托边，你啥？你唔有讲嘅嘛？你干嘛啦？爱讲啊，该啥很唔很讲嘅，该啥？喂，林场啊！林场，林场。哎呦，林场，哇，整卡所在，你小小丢脸，大驾光临。做主持人真有意义的代志，本来就应该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对吧？你这什么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？你这是贡献呢。阿爸，今年唱个永庆的暗暝。做生意咩？免唔是你讲你嘛该啦。不过啊，还是请兄弟给奶来嘅。感谢。可是我后摆有需要，尽量来讲无要紧。哎呦，坐，来，坐。这位敢是玉兰号的头家陈老板？陈老板你好，我是林明忠。
小弟初来到这个所在，请进上多多指教。啊，你好，体牌看到嘛？啊，令上啊，哈，该开始甲富雄啊，哈，来，咱介绍一下，亚萨，伊迄环球红鹰嘅细条家朱世明。你好，我叫李明忠。你好，我是朱思明。伊迄爱美丽嘅细龙哦。哦。来，还有亚萨迄爱嘅妹，亚萨迄爱嘅老妹。你好。按后上，按奖哦，俺老多迄赢千金。你好，我是李明忠。你好。啊，我会记哦。很讲哦。啊，讲，先讲。大家坐，大家坐。义卖会要开始，义卖会。老师，义卖会开始了，来，坐。加入呢？我去找。神父，我回来了！神啊，快点救救我！加油！感谢各位乡亲大驾光临咱这次冰河救助慈善的拍卖大会。这次咱大会呢，要特别感谢台北来的这位镇长以及曾夫人。那么因为的赞助吼，咱这个大会达到圆满成功了，来，好不好？再鼓励。谢谢。安尼好，我先把咱预备好了，开始哦，来。阮代表意思是讲吼，这场是恁上出的钱。啊，若对镇上有较无礼貌的所在吼，请恁唔通见过来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恁上出的钱比咱较济哦？我是加偌济？哎呦，大个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知恁当家嘛出袂少钱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时机无共款啊，计上嘛无共呢。是啦，让天凤去调价赞同啊，俺妈没嘛该就拿条命。阿爸，输命唔输真啊！佮在脸上不是热闹因全部要出现个美术，实在看唔落去咧啦。你看个脸上啊，伊个身配哦，用班看就比阿哥还要好，还有个补用啊，就迄高贵个没有办法，我个阿嫂迄一讲啊，不过哦是从这看得到个阿理发。你安用呀？啊，莫该起人公翻发咯。就闽地伢说就唔好应数个，讲了是吧？你哦就安用啊，那讲到也补用哦，你就唔会服气啊。好乖哦，阿妹就从头讲哦，你不人补用哦，咩条早讲，你是死死的。哎，好嘞啊，阿爸。我唱多阵的，你个风条哦，还有办法啦。我也不是天生反骨，喜欢忤逆我爸妈跟阿婆。我跟世明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也知道他不是什么坏人啊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跟世明变成一对了。以前玩扮家家酒的时候，他叫我当他的新娘，我死都不肯。
以前不肯，现在更不要了。神父，神父，你还在吗？我有时候在想啊，神父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。哦，好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心里有喜欢的人，所以才没有办法爱上世民。哎呦，我好害羞哦，我都没有见过人家就说喜欢人家，好像有点太厚脸皮了。上帝，不要生我的气哦，拜托拜托。神父，神父，神父，你还在吗？在啊，在啊。神父，你说啦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的声音啊，上帝听到了一定会应许给你，因为啊，你是他挚爱的子民。你只要啊虔诚的祈祷，你就会得到答案。神父，我要你给我答案啦！上帝住这么远，他哪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啊？啊，你的问题是？怎么是你啊？我以为琼英在。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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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琼英。哎，陈琼英嘛，嗨，我找人。你好啊。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好，如果你经常来看上帝的话，啊，你会更好。你跟上帝比较熟，你帮我跟他问好。他很不乖，我找他。琼英，琼英啊，琼英嘛，琼英。我不是色狼，你干嘛碰我啊？你先碰我的。真来去，什么耶？啊！你慢点啊你！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高高的、瘦瘦的，皮肤白白的，看起来没什么男子气概的样子？看起来没什么男子气概，就你呀、切！等一下，那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女孩子眼睛大大的，咕噜咕噜转来转去，然后看起来很不听话的样子啊？没看到。哼！哎，等一下！你如果有看到我刚刚说的那位男生啊，麻烦你转告他，如果他不回会场，他老爸会禁足他一辈子。哦，真的啊？那麻烦你看到那个女生的话，你也跟她讲，如果她不回会场，她老爸连下辈子都禁她足，知道吗？
你是婆婆的，明明就是你一直靠近我。咱即马吼要拍的是这哦，木雕的水牛。各位嘉宾大家好，我是环球鸿运总经理朱思明，希望大家参加今年度的义卖大会。我要利用这个机会，宣布我了承诺，诞生5层强音。下正月第29堂举行的天婚典礼，都是弘扬大家公理，同儿女祝福。安子谁？狗蘑菇，按傻批，按臭风船，就没喜事。哎，他刚刚说的是你们家的婚事吗？你好，我呢叫廖晨，包办一切大小的活动，举办选举、婚宴都是我在行的。奇怪，好大的蚊子赶不走。这是我个人的优点。我廖晨呢最喜欢为民众。我要拿杀虫剂喽。我的优点呢就是非常精彩。就用养田嘿嘿拿走啦。你是陈秋英哦。哎，是喜事，恭喜你啊！亲爱的问山，收信愉快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？只叫人生死相许。亲爱的季海，那个女孩的眼泪让我感到心痛。我好像已经认识那个男孩子很久很久了。我感觉到我在等他，我一直在等他。他就是我生命中等待的那个人。喂，不要跑了！不要跑了！哦，嘉佑，你别给小舅找麻烦啦！我今天已经要把你嫁回家，要不然姐跟姐夫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是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你就算是做善事啦。哎，还跑！哦，小舅，拜托你饶了我吧，学校孩子在等着我回去呢。你真是笨哎！姐夫那么大一片家业要给你继承，你就偏偏要去那种鸟不生蛋、花不结果的地方当什么音乐老师？笨蛋加3级。人各有志。嘿啦，痔疮的痔啦。你少无聊了。你看看，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茶园啊，都是你老爸的。你哦，含着金汤匙出世，却要当乞丐。换做我是你啊，我连做梦都会笑醒的。无聊。哎呦，是今天在义卖会抢姐夫风头那个人呢。来，哎，真的，是宣布要订婚那个人。走。哎，阿哥，你看，这地叶拢有通食了了啊，搁较厉害的师傅，嘛无可能用这种茶摕到冠军啊吼。大爷，你别较拜托咧，你明明知影的代志，搁要摕出来讲，共有一点怪，公婆都无价值啊。哎，你今日是要来替我作证的呢？
证明恁家己这届比赛在动骹手啊。咁好。哦。喂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私人的茶园啊？你们2个这样私闯，我可以当你们是小偷抓起来哦。不好意思哦，请问你们是？原来是邻家小开跟拖油瓶啊！说什么啊你啊？说拖油瓶啊？说话小心一点啊！我怎么听到一只看门狗一直叫啊？很吵哎！骂我是狗？哇，你这个人很没品呢你！难怪会在别人的场子硬要出风头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我不跟狗说话。林先生，我不管你爸在北部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，但这些茶叶是证据，证据会说话，证明你们家在这次比赛当中作假。你爸是奸商。请收回刚才的话。我有说错什么吗？你爸是奸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为你刚才说的话道歉。我不会因为骂一个没有良心的商人来道歉。这家伙实在欺人太甚了你！加油！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替姐夫讨回公道。喂，我说你呀，不到黄河心不死是不是？啊？在我们的土地上骂我的父亲，你的礼貌实在也不怎么样。就是说没，你呀才是疯狗啦，来我们的地盘上乱叫乱吠。再不走，我报警抓起来哦！哎呀！强音啊！输叫做这温柔就会骂啊！哎嘛该啊，吃牙气在，做地位呀，这么个老女生大嘞，看过了，总系因为你，冇见讲人去同意啊，所以全部人来听分，痛死！迄阿伯同意嘅呢？要搁听通啊！阿妹，这个市民爱用讲吼，连续礼拜若去比赛去查，根本就无可能要得奖。来看啊，伊听个哦，记着啊，要变贵啦，毋迄演员问题啦。两个第啦，就按样来讲，也毋是老人上大。迄你踏到人嘅土地，你唔错啊，佢无了理论，所以好冤咯。伊敢吼，过了亲爱，还要福气啦。阿哥，恁上后生叫啥名？叫林加油啊！错啦。林家优，叫做狗毛字吼，食菜会做流馒头，松量不蒸哈散菜，用板摇的哟，手用板去拉的。你不要用枝芽按饭，伊个哪会较细腻着咧？尤其迄强音，真爱乱走。阿嫂啊，唔要安用呢。来看过林家优，佢懂斯文，还有家爸哦，看起来懂温柔、定人言。你讲乜个？你讲正经的啊？你喊讲。阿妹，那个鱼吼，食菜吼吞唔下去啦。吞唔下去，咪吞下去。你无法度圆，要做半年事业。我个阿婆就会按强调，做下度啊，都做得自非成佛的太些事情。马啥讲，什么人啊，做喺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总还唔差，系冇啊？强英，冇乱讲。阿嫂。不会打架就不要动手嘛。你不动手，我又不会跟姐夫讲说你不挺他。你看你，嘴也有，手也有，都是伤。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，老是被打，出手还打不到对方。我出手，我整个人飞扑过去，到后面靠他上啊！你飞扑的也太慢了吧！而且你一开始啊，还躲在我后面，害我白白挨了好几拳。好啦，反正不管怎样啦，那周世明那小子啊，现在心里面一定很怄了。走了啦，
天都要黑了。好险没摔坏。哎，你还在这边不走干嘛？加油！你直接回学校了。不是我爸妈要你把我嫁回去了吗？你现在被打成这样，姐夫一定不会饶过我，我姐更不会放过我。说也是哦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后会有期喽。慢走啊，不送了啦。要来古思明都生气呢，就一家吼，什么人，无来俺穷人参详，就嫌不听分呐。啊，穷人也个什么诶，从细看到大，那就低哦。唔要吼，你还给做马街，你会做马街，他是东人讲哦，也个高兴哦，你就慢。唔太动婚，唔太动家，计量啥做慢都结婚诶。阿妹，我已经打电话去日本，钱是从下个月以前转来，参加从伊给订婚啦。嘿哟，自从安泰了咩，要托其啥个什么会较好个，容易相亲啊。阿妹，你要按古办哦。那自从某一天我从日本哦，早就有女朋友嘞。迄唔係日本人，你用做定咯？我做唔得，当初人家唔係客家人，一般人入門嘞。因為客家人啊，佢保守天天，唔係固執。啊，阿妹，我先去暖水盆葱菜洗身啦，我去看一下咧。好，那就好了，不用得，不用得。阿嫂啊，马家就冇意見，本窮人嘛，冇參詳嘅人。阿哥啊，當初談下嘅話，托個非常好嘅某就好咧，佢強腳一截，咪一人哩。阿妹，阿哥，马个事情就谈你嘞，就会阿嫂一门那件事给动坚持。你看哦，阿哥哦，佢迄前4年欠阿嫂嘅啊。我唔好講佢哦，佢馬個事情啊，看到上廣度，也看到一半。哎呦，男人就會呀個呀種哦，懂溫柔嘅不容易啊。講佢在想乜計哦？啊，不用搞好啦，佢較精明啲哦，我就唔會按佢啦。阿妹，你還有奶呀？有你呀，我更加巧喲。你用做得用講啊？咩？哎，錯不以後，建議第步，不用到你檢討。哎呦，你冇錢買佢可以啦。寫上掉嘅啦，哦，我冇買本牙數。家己嘅啊，我喺山東嘅學校，開個校務會議。誒，做唔得，阿妹。阿嫂咪講，自從我轉來，佢唔看唔到你哦。錯哦。冇按用啦，你很窮人去啊，佢行冇事情啊。還有哦，佢下欠嘅哦，做市民欠都按用哦。本佢去行咩好，咪快點有啥哦。呀，做嘢阿姑阿人，佢結婚呢，你祝福佢都長做啊。好啦。好按用啦，哎，開個支票，你攞全年去就好了。我沒有去哦。有啊。好啦。亲爱的问山，谢谢你当我的爱情顾问，但是我竟然忘了问他的名字。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。但是我连他住哪里、什么职业都不知道，
你说我是不是太糊涂啦？亲爱的季海，我相信有缘一定可以再见面的。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谢谢。我还亲自帮你做了一个生日蛋糕，希望你可以亲自切蛋糕、许愿。谢谢。老师，赶快唱生日快乐歌啦！来，大家一起来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有件好搞嘅好生懂好呢，唱歌就好咧，这唔是读书用嘅。因為老係空嘅生日，韓紅年多多的過生日，所以我要俾你做聖誕老公公。阿哥，你到底係要來過冇啊？要啊！因為連高中時都請冇呢。我同阿婆叫我來嘅啊，牙會啲啊，就冇注意啊。哎呦，廿件好搞人去睇啊，一下就請到你咩？邊陣後生叫做咩啊？叫林加油啊！錯啦，林家佑。阿哥，你看，幹嘛？林家佑，佢就魯曼誒。魯曼的好搞到加州影我身上誒。真件呢？阿哥，你才能有得聯絡第一高中時，好好攞高中報告一件事情。我要去拉薩，當年嘅魯曼撩出來，要重要，唔必做先生啊。你讓喺阿婆嘅台俾人爭下去啊！我要哎呦！哇，好冰啊！請問，陳瓊英，陳瓊英是誰啊？你怎麼會在這裡呀？我在這裡教書，他們都是我的學生啊。老師談戀愛。你們不要瞎起哄。你們小朋友懂什麼？再亂講話就給你們打針哦，給你們種牛肉天花疫苗，還有卡介苗。對了，你們學校有流氓。流氓？是一個慣性使用暴力的流氓。他的老爸是一個不講理的地痞流氓，而且還是從北部來的奸商哦。不會吧？我們學校怎麼會有流氓？是真的啦，有我在，誰敢在這邊耍流氓啊？真的有流氓，他的名字叫做林家佑。他把我的朋友打傷了，然後躲到這個學校來。小朋友，你們知道這個林家佑在哪裡嗎？告訴姐姐，我去把他揪出來，讓警察把他關起來。林家佑。有。對不起哦，害你的綽號被叫做流氓哎。沒關係，反正我每一次遇到你，不是被叫色狼，就是被叫流氓，我習慣了。你不要這樣說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哎。所以你為什麼到這裡來？我們家從我阿公開始就一直贊助這間學校，辦教育是他的夢想。後來阿婆就延續着阿公的夢想，這個是他們之間的約定。教這些孩子也是我的夢想。可是你們家不是做生意的嗎？怎麼會來這邊教音樂啊？生意是我爸爸的，我
我一直都喜欢音乐，所以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自愿来这里教书了。好羡慕你哦，都不像我，高中毕业之后，什么事情都要听我阿婆还阿爸的。所以你下个月就要订婚了，是吗？好棒哦！既然你喜欢音乐，我可以教你弹琴啊。真的吗？当然喽。不过学校离你家这任山好像有点远哎，不如我每个星期固定时间下山去教你。好啊好啊，可以用教堂里面的钢琴。那个钢琴啊，是我阿婆捐给教堂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教堂唱诗班里面的伴奏哎。这么说来，你会弹钢琴喽？会啊会啊，只是弹的一直都不是很好。不要客气嘛，试试看。不用了。来，试试看啊。快点。好棒哦！啦啦铃铃，叮当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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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每年来你跟你唱歌像死人喂，好了啦。誒，阿姑，唔該冇唔錯誒，佢嘅連假要哦，真嘅咩老萬呢？係啊係啊，你愛嫁嘅人哦，較衝呢。我講句啊，唔好意思。什麼嘢啊？我只跟手呢。哼，還怎樣要攞去聽婚呢？我又冇答應佢。你阿爸你阿婆全部答應咧，你愛答應唔答應，都冇要緊嘛。真唔得啊，用啊，阿姑，唔清上嚟，你一聽上嚟啦，阿婆講啊，我冇交唔做私明。我都冇講嘅。阿姑。長些多胎，嚟攞人傾下帶啊！唔清上嚟咧，你攞嚟聽書啦。啊，愛啲咧，就係你啊，終身任定啊，大家全部拿到，慢慢嫁就態度是啊，可能嫁唔出去呢。騙你，基本上係你按托就冇想去嫁啊。慢人講啊，冇得嫁人啊。可咪該啊，你講情講愛以後上年嘅事情啊，冇可能。幾時嚟係嘛啥？就話講冇啊，我生氣。聽錯咗。很用啊，是聽我講下講出來，比較歡喜嘛。冇問題啦。原來阿姑喺上嘅時節咪要戀愛哦。啲西蘭人到底係乜啥？唔該講係個神下以下。親愛的問山，收信愉快。我終於把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看完了。是不是愛情都要是悲劇
才能够感动人呢？就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亲爱的季海，你也可以写一段不是悲剧的爱情。那应该没有人喜欢看吧？不完美，不完美比较美。那我宁愿选择完美。我也是。感激。